真欢喜，咱会通搁一届来敬拜上帝，请咱整齐咱的心灵，咱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伊，请走啊！诗人安尼讲，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我的嘴唇要学落你，我也活的时要安尼学落你，我要奉你的名举起我的手，我的心神饱足，亲像食骨脆油腻，我也要用欢喜的嘴唇来学落你。咱这时就三甲用圣诗第二首《圣在圣在圣在》，甲天使做伙来学落上帝至圣的上帝。圣在圣在圣在，圣在圣在圣在，尊荣的主宰。
请咱由愿徛在，咱们用主教是咱的文，主导文三个来祈祷。愿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使徒圣经是咱的信仰告别，咱做伙来念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列岛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早节日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今日咱要交托的启应文是伫59篇，也是新约圣经罗马书第10章。咱用启应的方式来领受上帝的话。你若用嘴承认耶稣是主，心信上帝，互伊对死人中国活，就会得到救。因为人心信，就得到称义；嘴宣认，就得到救。圣经有安尼记载，信伊的人袂致到失望。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因为有上一位上帝是万民的主，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叫伊的人。因为所有求叫主的名的人，拢会得救。毋过，因拢无信伊，乃会求叫伊；拢无听到，哪会信伊？拢无人传，乃会听到；拢无差派，哪会传？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业偌尔啊水。毋过，毋是所有的人拢顺探这个福音。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所以，信是对听，听是听基督的话。毋过，我要问，因兼真正拢毋捌听到？当然捌。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因的话传到天边海角，咱同心做伙来祈祷。现在，至圣的上帝，你所听的囝儿，也是你创造愿每一个人性命你所听的三甲自集伫上帝圣殿，来将尊荣尊贵来归伫你的名。主啊，阮感谢你，因为有差派，有人传，阮才有听见上帝你的听，阮才会用心来信，才会通成做上帝你的囝儿，来领受上帝你要互阮得到救迄种的应允。主啊，阮感谢你，伫100多年前，你差派宣教师来到台湾，因筚路蓝缕。来将福音传到台湾这个都市。对迄个时，100多年来，侪上帝你的奴仆女婢，前仆后继，将上帝福音一代传过一代，到伫今仔日。主，阮会通成做你的囝儿，是上帝恩典，
嘛是遮个受差派的人，受上帝你差派的人，因福源会稳定。主啊，阮伫即个时阵特别少年遮个信仰的前辈，阮也三甲领受信仰传承的责任。伫即个疫情抑阁真严苛的时，主阮毋知影即个疫情到什么时阵才会平息落来。主阮听见病毒一直咧变种，每一个变种的病毒对人性命的威胁搁较大。伫真无确定的即个世代，阮所确定的是上帝你绝对无离开阮，是上帝你的应允绝对会成。求你就互阮吞忍来听候，听候即个灾难过去，听候过一届阮新的生命，敢若阁是个新的生活开始的时，阮众人会通搁较听主，搁较珍惜阮即时的时间，珍惜阮周围的人，搁较意爱阮伫上帝面前会通动心敬拜迄种的喜乐。主啊，阮为着即2-3年来阮即个社会以及全世界，侪青年人、侪囡仔，伫因少年的年日就拄着即个代志，对因的影响。主，阮知影，伫今年也有真侪毕业生因要踏入伫社会，总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有变做有真侪真困难的所在。不管伫经济、伫找头路，还是伫做工的方面，拢受到限制。主啊，求你怜悯、扶持、帮助遮个毕业生，因踏入因人生另外一个阶段的时，无因为疫情来累积，互因有上帝你替因开的路，有伊顶面来智慧，通好来开创因即个阶段新的人生。特别阮为着今年新学院毕业，上帝你基督的精兵，要受差派去到教会做第一线福音的战士来祈祷。主，阮知影这毋是一条容易行的路，却是一个充满祝福的道路。求你甲每一个新学生再甲昆宇三甲伫咧，伫受派，上帝你爱去负担福音的责任。不管伊头前的道路，上帝你予伊的意向是甚物，予伊会通倚靠上帝来得到气力，来将福音，亲像罗马书第10章的有流落真水传福音的脚链。主啊，阮感谢你听阮的祈祷，也帮助阮今仔日要对昆宇所领受的信息。阮同心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时，咱来听磐石团契所带来赞美的歌，现在尊贵主。
是你是现在尊贵的主。今日咱三个来领受的圣经是记载伫《使徒行传》第6章第1节到第7节，《使徒行传》第6章第1节到第7节记载初代教会选执事的代志。咱做来领受《使徒行传》6章第1节。当迄时，学生加添侪，有讲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对希伯来人出怨言，因为逐日的供给无顾着因的官府。10个使徒叫正学生来，对因讲：阮将上帝道理放的，得来办理食食是毋合宜。所以兄弟啊，着对恁中间经有好名声、受神甲智慧充满的7人，阮就设立因来管理这的事。第4节，阮要专务来祈祷传道。众人就欢喜这个话，因就敬司提反，伊是有信甲圣神满满的人，佮敬腓力、保罗、哥罗、尼加那、提文、巴米那，甲捌入犹太教的安提阿的人尼哥拉，互因徛伫使徒的面前就祈祷，甲因还手。上帝道理就那兴旺，伫耶路撒冷学生的效业加添真多，这是顺服的福音的也多。咱真欢喜今仔日咱要请过去1年久，伫咱教会帮助咱青年、帮助咱的教会事工非常多。拄好为神学院今年毕业，特别受派去到教会侍奉的蔡坤义蔡坤义新学生来甲咱勉励。伊今仔日要讲的题目是伫 A 卡甲 B 卡的中间。这是咱做伙三个阿爸的祈祷。亲爱上帝，阮真感谢你，今仔日互阮有这个机会做伙三个主旨伫你的面前，求圣神来引带阮，会当明白你圣经中间的所有的旨意。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来求，阿免。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最近咱的生活，特别是伫新闻的报道内面，真侪人讨论的代志是啥物呢？无毋对，就是有关疫情的新闻。每一天的下晡2点，拢来宣布，今仔日有几个人得着肺炎，有几个人因为肺炎来过世，甚至最近上行的新闻，就是啥物人会当做预防针。啥物人靠着权力来投资预防针？即款的新闻造成社会上议论纷纷，有人反对，嘛有人赞成，有人害头，有人生气到抓袂牢。比起其他国家来讲，台湾的社会虽然慢1年来拄着疫情，无论是超前部署，也是超乎预期。讲坦白的，咱犹原无法度阻挡疫情的困难。咱开始咧找是啥物人造成的问题，咱甚至会怪罪命运的好歹，互咱的社会甚至是家庭的中间充满负面、无希望的怨叹甲忧愁。伫即个时间内底，诚做基督徒的咱，是毋是嘛因为疫情的困难来怨天、怨地、怨上帝？亲爱的兄弟姊妹，伫即款的困难中间，咱是毋是袂记咱基督徒上基本的诫命？啥物是上帝的诫命呢？伫咱常常咧读到的新的诫命内底有讲到，第1条，尽心、尽性、尽意疼主你的上帝；第2条，就是疼厝边亲像家己。今仔日的圣经故事内面发生一件代志，这件代志造成的信徒的冤家产生无平安的问题。咱做伙先来看这个问题。
伫耶稣就体了后，使徒开始咧做传福音的事工。伫耶路撒冷自治的门徒愈来愈侪，使徒因的工课嘛愈来愈重。一方面呢，因除了爱做好教示门徒的事工，搁爱处理对教会内的奉献，以及要安怎来分配才会奉献有需要，互有需要的人。这拢互使徒拢真劳心劳命。一开始教会的人数搁还袂真济时阵，代志拢真好解决。但是后面呢，教会的人数愈来愈侪，愈来愈侪的人来教会聚会，要安怎来照顾每一个人，就是一个真大的问题。忽然间，有一群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对希伯来人出声，埋怨讲，伫分配日常生活的需要有忽略因的寡妇，这互信仰团体拢非常的戆影，常常毋知影要安怎面对即个状况，因为遮个寡妇因互人袂记哩啊。这互使徒意识到，若是即个问题无好好处理，有可能会成做真大的冲突，所以因非常的小心来处理遮个代志。伫过去，即个互人袂记哩的经验，伫初代教会时常咧发生。因为当一个团体咧发展的时阵，教会的领袖有时会忽略伫下面服侍的同工，造成因的关系愈来愈紧张。到最后呢，伫下面做代志的人就用抗议的方式来表达出心中的感受。使徒一定真失落，一定感觉真郁卒，因为使徒才拄啊对宣告的所在会转来教会，拢无人对因学了讲辛苦安尼，若是讲感谢主的，听讲服侍拢真顺利呢。顶倒是真济埋怨出现伫使徒的面前，大家所埋怨的，毋是为虾米即个事工你嘛无来找我？顶倒是咧吵讲，我腹肚枵啦，我无饭通食啦，这食物吼，你拢无分配，无公平啦，即款的代志。伫今仔日的即段经文，是有人伫团体内面，互人忽略的真实的故事。安尼忽略总是伫咱无注意到的时阵就发生啊，特别是团体咧发展的时阵，一定会产生真济的问题。这个问题有可能是过去拢无发生过的代志。初代教会使徒哪有可能伫拄到即款问题的时阵，就无爱服侍啊吗？因一定袂安尼做。但是因若是继续咧服侍，即款的问题一定会不断的出现。任何好代志后面，拢有可能会副作用的产生。就亲像今仔日的经文共款，初代教会伫事工顶面有真好的发展，却因为教会人数伤济，出现爱餐分配无公平的状况。伫遮重点毋是为虾米会产生副作用，顶倒是知影要安怎来好好处理即款新的问题。之前我有一段时间伫教会做全时间的服侍，我所负责的部分，大部分是对头开始建立教会的媒体事工。我用真济时间甲真济人分享，为虾米教会需要建立即个事工？一年了后，即个团队拢总有20外人，拄啊好。教会伫迄年嘛要举办同工的表扬，但是参加名单发出去了后，却出现真大的批评。先出声来抗议的，就是媒体同工。因来甲我讲，教会忽略因的存在，因决定伫表扬迄天，全部的人拢无爱来参加即个表扬，要放杀教会，互教会家己想办法来处理。我听到即件代志的时阵，规个人真戆影，
心内咧想讲，为虾米会发生即款代志咧？我走转去办公室了后，甲教会发出去的名单摕出来，对头到尾，佮看一遍了后，才发现名单的顶面，同工的名拢无出现。即个护士团队建立的目的，是要透过鸦片来对即个世界来传福音。但是咧，即个护士却是拢做到流汗，互人嫌到流烂，无人想要来做，嘛是上辛苦的护士。也因为每一届拢是伫后面伫付出，教会就袂记你即个团体的存在。感谢主，当讲将即件代志的感受对我讲的时阵，我忽然间意识到，系啊，教会真正无注意到因的感受甲辛苦。伫教会咧发展的这段时阵，竟然袂记你有即群点点为着教会付出的团体。我马上对同工回息咧，但是我嘛真欢喜，这个同工愿意讲出伊心内话，互我知影。同时，嘛有互我学习到，需要搁愈认真注意到所有代志的细节。伫咱的生活中间，忽略即个代志时常咧发生。伫咱护士中间嘛拢会出现。咱先甲眼光放伫家己的面前，放伫家己的顶面。无论是伫教会，还是个人的家庭，还是家己，其实咱拢会发现到，无论是啥物款的时间，无论是啥物款的时间，啥物款的状况，新的问题拢会一直不断的出现。要安怎来处理，拢处理袂了。但是咱按知影，重点毋是伫问的顶面，重点是咱爱用啥物款的方式去处理遮个问题。甚至当咱咧祈祷的时阵，咱又搁是用啥物款的态度来面对上帝？新学家辛克伫个7个身心灵祈祷操练的这本册内底讲，当祈祷者认为家己是世界的中心时，即个祈祷就是死的。迄非常看重家己的人，伊的一生拢摕家己甲别人咧比较，毋是甲别人咧做伙生活，就是讲只想要改变别人，无去疼惜，莫去疼惜别人。若是安尼，伊敢有法度听起对上帝来的每一句话呢？伫今仔的经文中间，咱嘛会当看起一个真重要的提醒。咱先将眼光放伫经文内底所发生的代志顶面，看使徒安怎来处理即个抗议甲无公平的声音。咱会当看到，当使徒用一个真有智慧的方式来解决。伫经文第2节所讲的，阮将宣讲上帝信息的工课放地，去管理分配日常生活的需要无好，所以兄弟啊，着对恁中间选7个有好名声、受信心充满、阁有智慧的人，阮同任命因办理即个代志。阮要专心伫祈祷甲团队的工课。咱对即个内面会当看起真侪，互咱学习的管理方式甲智慧。第一个，就是尊重抗议的人，就是尊重咧抗议人的声音，毋是对因讲袂使、拒绝来面对，无亲像过去遮个政府官员用歹的态度面对抗议的民众。第二点，就是重视抗议。伫经文内底，使徒有时咧凊彩拣543个人出来服侍，去凊彩解决即件代志。顶倒是认真咧找满足有好名声、受信心充满、阁有智慧的人的条件。对即件代志，嘛会当看起因非常重视即个抗议的声音。第三点，上重要就是权力下放。当咱拄着反对的声音出现的同时，
咱的反应常常就是甲手中的权力掠条条。假讲一个无注意呢，问题愈来愈大。但是咱会当看起使徒愿意甲手中的权力让予下面的人，因为因知影这是为着事工的需要，爱甲权力分出去，毋是藉着辛苦来显明家己的价值。伫咱的服侍中间，咱有时会认为讲交做的人加做点的想法，但是这个想法的后面其实有几若个危险的所在。有可能是服侍者无愿意放下手权，却要受到要互别人有合适的机会。但是使徒却无安尼想，伊无故意表现出一模样来证明家己伫教会中间的价值。顶多是对门徒中间选出7个新的领袖来帮助教会。第4个就是专业的分工。咱拢知影，人无可能啥物拢会晓，需要有人来分工服侍。使徒因知影耶稣所托付要完成的事工，就是祈祷甲传福音为主，毋是用模样来证明家己的价值。使徒因做出真水的信用模范。最后一个，咱嘛会当看到一个真重要的真理，就是要安怎专心完成上帝的托付。使徒因的答案就是传承。使徒用行动，互服侍者知影要安怎来传承，以及要互因知影传承的重要。今仔的经文，除了使徒用智慧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以外，同时嘛有另外一个真重要意义。咱搁一摆看到经文第12节。当使徒讲了这段话了后，咱知影几个使徒行传的发展的方向。事工原本以彼得为中心来发展，然后渐渐就换去第2代的门徒出来咧服侍。会当看到2个第2代的门徒传福音的4命的故事。伫第7章是咧讲司提反为着福音受电死，第8章是腓力传福音的服侍。咱做伙来想看卖啊，使徒因要敲找是会当管理爱餐的人，但是伫使徒行传内面拢无记载因安怎来管理爱餐的方法。顶多所记载的代志，拢是因所做的服侍，甚至因的服侍超过使徒所做的一切。咱嘛会当看到，第一个为着福音受死的人，毋是使徒彼得、马太、约翰这个门徒，顶多是第2代的服侍者，甚至会当看到司提反比彼得的讲道加2倍半遮尔济。伊讲道的深度呢，一点仔拢无输彼得。有人可能会想讲，敢有需要甲这2个人摕来比较吗？但是咱会当伫即个比较中间，发现使徒伊无白教，伊无甲权力条条，因是邀请第2代的门徒做伙来服侍。互门徒家己会当专心伫上帝所托付的工课顶面，使徒伊无同将家己看伤悬。这选出来的人，伫甲分配爱餐无关系的事工中间，嘛互上帝会当大大的使用。因为受调来服侍上帝，上重要的工课就是宣讲上帝的信息。伫真理的顶面，咱需要有坚持，同时伫真济代志中间，爱合适、尊重无共款的服侍者的决定，也是互因有发挥的空间。因为一个甲上帝有亲密关系的领袖，通明白上帝的呼召，重视上帝所爱咱去完成的事工，毋是全部的代志、事工拢掠伫家己的手中。这个经文，互我上欣赏的所在，就是选出来的总务组咧做传福音的代志。
有人可能会想讲，遮个人敢有超过家己的积分，还是有无共款的解说咧？就是因为有遮尔明显的冲突，为虾米遮个比卡无专心做好比卡该做的代志，顶倒是变做主角的？这嘛是要甲兄弟姊妹来做伙想的重点。众人拢认为讲，这新选出来的领袖是爱去管理爱参遐个服侍，无人对因有任何的期待，会当亲像使徒共款，祈祷传福音、传道遮尔伟大的事工。虽然因无亲身对伫耶稣边仔，嘛无看到耶稣就天，众人对因的期待只有恁去管理爱参就好啊。但是上帝互因的服侍的事工，甲第一代的使徒拢嘛共款。我亲爱的兄弟姊妹，司提反甲腓力画出一个甲众人即个世界所想的是完全无共款的服侍。今仔日伫教会学习，咱是一个新学生尔尔。我家己又阁是第一代基督徒。我无亲像大教会牧师，像韩国、美国遐个讲员有真丰富的信仰经历，也是讲有真好的背景、特别的文书。咱互期待的是，每一个礼拜会当帮忙伫敬拜的练习，带团契、查经、陪青少年，莫互因离开教会的生活。伫咱中间嘛有真侪人嘛是共款。有个人即阵是学生，有个人是拄毕业，要进入社会找头路的青少年，嘛有伫社会打拼真久的人。咱拢毋是亲像比尔盖茨，也是巴菲特共款，有丰富的资源，嘛有真好的头脑，真突出的能力。咱嘛有只有互人期待，工课会当做好，有闲的时阵呢，来教会聚会。教会若是有需要帮忙的所在，就去斗相共。我毋是讲安尼毋好，我嘛毋是讲安尼袂使。我要鼓励大家的是，上帝为咱所备办的服侍，是完全超过咱家己所想的，毋是互即个世界所决定的。经文中原本互人拣选出来，爱去分配爱餐的司提反。伫伊中心的宣讲上帝的约甲悔改的信息了后，伊就看到真特别的异象，就是天开啊！人主徛伫上帝的正边，咱嘛会当看到心内非常谦卑的腓力，伫第8章的经文中记载伊顺服圣神的引带，以索比亚的太监传福音的行动。咱会当看到。遮个服侍者甲管理爱餐无任何的关系，但是遮甲人的性命会当入目即位独一的上帝的真理有真大的关系。因无甲家己陷入别人的想法内面，因是面对上帝所兴起的服侍的环境，毋是面对人所定义的服侍的方式。伫遮，当圣经充满伫因心中的时，因无搁惊吓即个世界的压力，甲别人的想法。因无需要搁为着家己来解说，颠倒是将眼光放伫上帝的顶面，注心看上帝，来明白上帝的真理，重新完成上帝所托付的工作。我头前有讲到，我之前有伫教会做全时间的服侍。迄当阵，教会嘛请我去带青少年的聚会，但是过无偌久呢，负责学生区的团队，伊就走来对我讲：即阵先讲清楚吼，遐乖乖巧巧，愿意配合的学生愿意来教会上帝有互我感动，要来带因，其他的你就家己想办法去带。迄当阵呢，我对即件代志，对即位团队非常的无了解。为虾米牧者
会当随家己的欢喜来拣家己想要带的羊呢？但是我真紧就甲失望的心情收起来，甲上帝祈祷讲：上帝，我是恁遮的人，我真正毋知影要安怎来带遮个学生，我需要你的帮助。互我毋是用即个世界的方式来看遮个学生，是用你创造人遐上特别的眼光来看到伫因性命中央的宝贝。就安尼开始，我阁陪伴遮个学生有4年的时间。但是伫这4年中间，我甲学生所在的服侍，拢是伫教会咧摒扫尔，也是讲有活动的时阵，阁叫来搬物件安尼。但是伫即群学生中间呢，有个人会晓音乐、设计，也是讲拍片，有真侪无共款文字的人。只不过，因的想法、甲做代志的方式、讲话的方法，有时甲别人较无共款，所以教会无法度接纳即群学生，这互我非常的生气。有几礼摆，拢想要冲去甲传道、甲教会咧拼命，但是每一届我的学生拢拼死命咧阻挡我，伊拢笑笑讲。坤哥，这无关系啦，莫遮尔生气。但是我问因讲，啊，教会安尼对待恁，啊，恁拢袂生气吗？啊，恁拢无会想讲要离开教会吗？因笑笑啊，甲我讲，若是教会吼要用即款方式来对待咱，个人做也个人担，因家己爱对上帝来负责。但是，咱无离开教会原因，是因为有你坤哥，你一直陪伴伫咱的身躯边，你总是一直肯定甲看到咱的价值。若是咱有做毋对的所在，你嘛是咧笑笑尔，继续陪伴甲鼓励咱继续向前行。你用你的行动活出你对信仰的坚持，你拢做到安尼啊？为虾米咱有需要？爱离开教会呢？因即句对我来讲，因即句话对我来讲是个真大的鼓励甲头棒。我只要真实的活出上帝的真理，专心伫上帝所托付的事工顶面，安尼就够啊。感谢主，后来遮学生拢诚做非常优秀的教会领袖，伫遮佮复兴教会学生事工。互真侪学生会当来到教会参加来聚会。伫即届的雨中间，上帝提醒我，莫甲家己放伫A 卡甲 B 卡中间来做比较。伫遮爱以真实的心来看待雨的态度是要安怎？咱每一个人拢是无共款的器具，有可能是金的、银的。柴的，嘛有可能是负的器具。我亲爱的兄弟姊妹，恁是安怎看待恁的身份、恁的价值的？咱是毋是甲家己常常放伫一种比较的压力中间？咱嘛常常咧想讲，会袂当互别人比落去，总是一直咧找别人的缺点，然后来证明家己的价值的。也是讲，咱有可能会知影，家己的运势会比别人搁较好一点点仔，就为着莫互别人拼过，就完全否定别人的价值。伫咱一生的服侍中，咱无可能会变做是照样子，嘛无一定会亲像郭台铭共款。但是咱家己爱知影，咱的价值毋是对即个世界来定义的。咱无亲像第一代的使徒看过耶稣所做的一切，但是咱会当诚侪看去天开的司提反，也是顺服圣实的引带，将福音传到伊索比亚的会里共款。伫这段使徒面对着管理爱餐分配问题中间，一方面是提醒咱伫服侍的顶面，咱需要热心参与，嘛爱不断来传承。
经验。另一方面，嘛是提醒咱，无论咱所徛的环境是怎样，别人是用啥物款的眼光来看待咱，咱也知影，咱毋是活伫别人的定义内面，是活伫圣事同在的自由的中间。我亲爱的兄弟姊妹，咱即阵活伫疫情的中间，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咱无法度入来教会，嘛无法度撒假坐伫礼拜堂做伙做礼拜。但是咱犹原会当靠着网络、靠着电脑、手机靠着 Line 来关心咱身躯边的亲人，以及咱的朋友。咱做基督徒，毋是来做下骹来抢注预防射的机会。咱嘛毋是要做出要食做比骹，互人看轻，讲咱掂做工是瘾头。咱只有不断来到上帝的面前，毋是一直活伫下骹也是比骹的中间。咱就要专心来服侍上帝。所托付予咱的目标，就亲像伫提摩太后书第2章所讲的。人若过正家己离开即个粗俗的事，就会食做贵气的器具，圣化，互主要所用，通准备好势做大项的好事。这是上帝所交托予咱的目标，是咱信仰上尊贵的使命，互咱伫即条名做基督的路途，犹原做光做盐，成做一个黑暗世代中间的帮助。请咱做伙相交额头来祈祷。上帝，阮真感谢你，透过今仔的经文，互阮敲起使徒安怎用智慧来处理所拄着的问题，又互阮看到第二代的门徒毋惊世界的眼光，尽心尽意尽力完成上帝你的托付。主啊，求你帮助咱，伫即个黑暗世代中间，也会当透过圣经你的话语来帮助即个世代的人。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来求，阿免。伫上帝目睭中，咱逐个人拢是下骹。咱用即首圣诗548，我活是为基督。咱做伙来用即首歌做咱的回应，548首。毋茫这是咱的决志，咱的祈祷。下面咱要做伙来奉献因为伫疫情的中间请咱犹原照咱平常的即个做礼拜的方式，会通伫咱家己的厝准备一个信封特别来注明这是要奉献分别做成放伫
即个咱的信封内底，等咱有机会来到实体礼拜，也是你摕来办公室，阮会通伫遐来领收。你嘛会通利用银行的转账的方式吼，咱已经报几啊届，咱南门教会是伫第一银行南门分行代号007，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北南门教会，账号17210108282吼，真好记。如果你若用这个方式汇款，拜托你敲一个电话，也是互办公室小确认一下。抑搁一个就是咱的这个定信吼，如果你伫今仔日12点半以前摕来到办公室，咱后礼拜周报就会通刊出来。如果你若明仔载后日才摕来，安尼都爱搁到下礼拜周报，咱才会通刊载。若银行转账，咱就会通较久。咱到每礼拜拜五下晡3点半，知影讲有汇钱入来，咱就会通伫奉献，伫即个周报馆顶来增信。多谢咱大家，因为无实体礼拜，所以咱教会经常的运作上也受到真大的影响。希望咱若方便请用你感觉方便的方式，将奉献带来到教会。多谢咱大家。下面我来报告几项代志。第一，咱拢知影，即马即个疫情已经过延2礼拜，所以至少到7月12以前，咱教会8点半、10点半2场的礼拜拢爱维持网络吼，即个礼拜无鼓励咱大家来教会，嘛袂当来即个8点半、10点半若会当，请准时伫咱的家庭来参与即个礼拜。即几礼拜的事奉就办公室牧师、干事做伙来负责。总是咱今日特别感谢恩赐吼，来为咱司琴。他说咱已经有报告过，咱一年来帮助咱教会做事工的蔡坤玉即个团队吼，即摆会通讲蔡坤玉先生伊恭喜伊拄好6月18台神神研所导硕毕业。大概7月就知影讲，伊受咱总会要差派去什么所在，所以对咱教会的帮助实习也到今仔日结束。咱要多谢伊这1年来真侪方面的帮助，不管伫即个青少年团契伫咱的即个网站各方面，请咱特别为着伊头前的服侍的道路来祈祷。咱特别少年团契要感谢即个坤玉吼准备一个礼物来送互伊，也祝福伊咱拍拍吼来多谢坤玉即个对咱的帮助也望上帝祝福伊头前的道路。第三，咱即马真侪团契开始有用线上聚会，青少年磐石、基石是主日学。拢已经用线上的聚会方式。如果你还无参加到，请你甲你所属你的年纪较拄好的团契会长吼你若毋知影，你会通敲电话来办公室问伫遐来参与伫即个线上的聚会因用什么款的软体用什么时间咧聚会，咱也无法度通实体礼拜以前，望咱大家通过线上聚会来连接第4项，咱已经报几啊礼拜总是参加的人也毋是真踊跃搁真侪检测较无用。我搁一届提醒咱查经的即个查经梦想创世纪，咱一定不管疫情到什么时阵，咱7月底要将规本的创世纪读了。咱即马差不多读到拄好一半吼，25章左右咱逐工会知影会就将即个即个资料。短一个影片一个祈祷送互伫咱即个官方的或即个咱的官方的网站馆顶你会通来读，差不多20分钟你都会通读了真感谢有真侪兄弟一直拢真重视拢有回报讲我今仔日有读多谢这兄弟咱到7月底以前anytime 你拢会通参加入来参加即个
咱教会创世纪的每日灵修。咱后个月就进入到7、8、9月第3季。虽然咱目前也毋知影当时才会通解封，总是各团结，也是请咱游员照咱原来的计划，甲即个7、8、9月聚会安排先小排一下。如果疫情的关系袂当进行，咱随时做必要的调整。再请咱各团结，甲恁聚会安排。至少为7月15以后，恁就会安排会通摕互咱的办公室伫遐来做第3季的安排。第6项就是新安宫即个公报社发行有即个新安宫的读经灵修资料。第3季就是每一天有一篇吼，7月到9月伊寄50本来伫咱的办公室。有一寡人以前拢有摕转去咧用，即马因为无实体礼拜，所以如果你感觉你有需要，请你敲一个电话来办公室，阮会甲即本册寄去互你。是讲你若拄好有行过即个咱教会附近，你会通入来办公室来摕即本新眼光读经第3季的即个资料。具体关怀就是咱继续为着。雷锋者甲剧组者，因拢即时也得去得病院。那我了解是因恢复了，拢不知好势，拢毋茫伫后礼拜中看会通出院袂。咱继续为着因的恢复来祈祷。也请你尽量甲教会保持联络。如果咱中间有需要啥物帮助，特别关心的、带导的，你会通靠牧师、靠办公室，阮会通伫遐来甲你关心。带导的事项。咱真感谢陆续真侪国家开始有援助咱即个疫苗。如果咱轮到咱的即个会通去施打疫苗，请咱尽量为着保护咱家己、保护整个社会，咱伫遐来施打疫苗，会通互即个台湾早一天脱离病毒的威胁。咱也知影中国过一届。对香港言论的自由来甲伊限制，愈来愈对香港人对香港来讲是一个真艰苦心的事。毋茫咱为着香港因咧争取自由，咱做因祈祷的同伴，为着因来祈祷。第3项就是今年有真侪毕业生，有诶要升学，有诶要进入伫职场，也有新学院，也有真侪遮上帝工人要进入伫福音的工场，请咱为着遮今年的毕业生来祈祷。这个是以上的报告。咱最后做伙来念圣诗第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咱来彼此祝福。圣诗第400首。咱三个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天父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痛，圣神的相通安慰祝福因带，甲今年的毕业生，甲直直要进入伫福音工场，上帝你的罗布鲁比，以及阮正大家三甲一个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灭倒。真欢喜，咱今仔会通做伙来敬拜，愿上帝平安，甲咱大家相合一个。